就太粗，就是这样对角，先把它固定好。如果说可以用夹子，也可以用夹子，用这个比较原始，对你编的时候它才不会乱跑。听话。这是固定嘛，哈，好，两个底，只要一角角。你只要一角的话，你就挑一角，两片的话就是2个，3片的话就这样，3个，你可以打底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是2个底套着，这个也一样，2个底，再对角2个底套着。好，当然在绑绳子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再做调整就是把它密合好，然后编的时候也一样，要这个编出来的是要很正，就是一个正四方。老师编一定要等长是吗？这边2边要等长，比方说这一条，这个跟这个的长度，对，所以你长短都没有关系。因为这个自然的东西，你要让它很标准规格，可能自己要花一点时间哈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先到这边，然后绑回来。好，好了吗？第三支。你们很投机耶。好，绑好了之后呢，我们等一下就要立体上来了。立体上来可能就会花一点时间的哈。好了，那个，对，绑好了，再拿过来哈。这样吗？哎呀，王老师，你这成品从头到尾都是老师做的吗？不公平。没有啊，那他自己绑的。黑妹。那我一起来拆掉。又拆掉。不对啊。不是不对。这个是正面，哈哈。这个也是。重弄啊。蔡老师这个退货。换一个。是要给老师检查耶。对不起。这个也很粗啊，是不是？你要这样，全部都是正面。好，不可以有反面哦。你有反面的时候，等一下，因为我们是做双层，所以它等一下反面的时候，对。不是，我要看我有没有对。看你有没有对。对啊，我自己猜。我自己帮忙猜。不要。要学会自己猜。对。才知道。所以说做很快不一定是很好，就是嘛。慢工出细，欲速则不达。对呀，所以要细心看，而且还要欣赏它，还要闻它的味道，它的味道真的跟它融入感情。你没有给他爱。有，大大的爱。爱。太粗了。你们的做的很细呢。很宽呢。细有细的美啊。对。粗有粗的粗犷啊。对，这里面是吧？高压麦。好，现在要看立体上来喽。好。下一个步骤。对，下一个步骤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反过来，那所有喷水，你在用喷水器的时候，所有喷水全部都是要喷在反面。喷在反面，它的纤维比较粗，它比较容易吸水，然后它就可以软化它。那如果是喷正面的话，
它是光滑的，那你如果喷到它的时候，它可能吸水很慢，然后它就慢慢的这个就会卷起来，啊，所以我们就喷反面。好，现在要立体上来是这个角度，这个记号的这里，啊，所以这里先软化它，啊，就这样，啊，把它喷一点水。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有点干燥，然后你就上面雾状把它稍微这样子就好了，不能喷太湿，不能像这个那么湿哦。那要不然你这个它又会恢复吸水，以后它会卷起来。好，那这个你就坐下来，拿在你的手里。这个记号点是不是刚才2个记号点在这里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个记号点的地方，啊，这里。第2片跟第3片啊，它也一样是上下交织，所以它的技法永远就是1+1啊，在上的就要被在下的压住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下去，直接下去，然后用这个在上的去压住它，是2、3片交织，所以它的这个第3片会到这边来，好。那第2片是往后，对吗？往后哈，然后呢，往后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拿到这个手里以后，我们是这样，上下上，好，这样，这里的角度就呈现出来了。好，好，我的夹子呢？我的铅笔在这里。夹字。这个时候我们怕它编完了，我们不夹住它会跑掉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尽量把它夹起来，稍微夹一下。好，那现在换这个，我应该要这样。好，现在换另外一边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一定要把它密合好。好，然后。我们的记号点在这里是2、3交织，所以在上的就下去，对不对？好，下去，然后就去在上的就去压在下的，好，这个往后，然后这个2片，好，就到中间去互相交织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那它可能。会跑，那你一样要把它密合，对，一定要把它密合好。然后这里还有3片可以编，对吗？好，就这样，一上一下，我们只要编到第2层就可以了。好，编到这里第2层，1层、2层，好，从这个角度开始算1层、2层。好，我编到第2层。好，这样的一角就好了。好，把它夹住。你看，这里的角度就呈现了，对吗？对。对哈。要不要试试看另外一边？好。好，你的。哎，谁呢？我先检查。不会。第2批。这个，对他，好，他不对，其他都对了，从头到尾。老师，这不对，没有。老师，哎，等一下，老师湿湿了，没关系。哦，对，好，来，这个地方喷点水，因为要折角的地方啊，喷软一点，喷水喷软一点，然后其他就这样。好，转过来。我们编上来是从反面编，反面，因为我们要里面是漂亮光滑，外面也光滑，所以我们是从反面编，啊，好，就这样，记号点在这里，刚刚啊有说过记号点在这里，所以这个记号点是2、3片互相交织，在上的下去，然后呢，这个在上的去压住在下的，就这样，你一定要一个直角就过来。哦，然后这个就往后编，我这个手边还有1片，对不对？往那边编的，我就把它编到这边来。好，那就是尽量好，即便它的斜度
你看这个编出来，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好，编出来以后它是斜纹编的，刚才都是直编，对不对？现在就变成一个斜纹编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这里没有可以编过来了，那这里就稍微讲一下。然后到这边来，你的记号很明显在这里，所以是2、3片，这样，哪一个要下去？好，这个下去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这个再过来，老师，没有关系吧？好，就这样了。好，你看，我就这边，我就顺便顺便把它这样子手带过来，这个拉起来编这里。然后把它拉下去，这个就这样了，对不对？老师还需要喷水吗？不用了。对。好，这样它很镂空，那我们一样把它拉紧，稍微推它就好了。好。老师，你的手好巧哦。那这个是。有没有加分？这个是因为。好厉害哦。好，这个就过来。好，这个有裂了对吗？对呀。红色给它分开。好，这个尽量就是让它密合哈。现在是亮面的在里面。对对对，好，这个全部就把它编过来这里。就这样，上。慢一点，好，一下，过来，上，下，过来，已经没有可以编了，对吗？好，这个时候有一点点缝，你稍微调整一下。这里呢，就把它调住。这个边就好了。啊，等一下在编的时候，这个就慢慢调，慢慢调它就会密合了。你编越高的时候，你一边编一边做调整，好，它就会合起来，来吗？另外一边，谢谢老师。就是以那个线，以稳住的那个记号为主，对，因为我们那个包，而且比较看一下吧。你们就自己做了。会，好，再看一遍。对。第二个，在哪里喷水？在这里喷水。这个是正面。在反面喷水，反面喷水一定要反面喷水哦，然后喷水，这边喷多一点，是因为我们要立体折角上来，就是这个角度。对，角度，然后这里可能如果太干的话，就稍微喷它一下，这样，雾状的喷就好了，不要喷得像这里那么湿，好，然后这个喷好了以后就拿起来，翻过来。反面边，不是正面边哦。反面朝外。反面。刚才那个样品呢，在这里。你看它的里面是正面，它的外面也是正面，对吗？所以这个叫做双层、2层的。通常以前早期我们做便当就是做这个，做饭盒，就是用这样双层的。你把那个饭放在里面，它都不会粘黏，然后而且会吸水，所以吃起来的饭就特别好吃。好，这是传统的那个饭盒是这样。好，这里现在看到的是正面吗？这是反面，反面边哦。好，这里2、3，记号点在这里。好，在上的就下去，对吗？好，就直接折下去，然后就这样过来。是反。就一个角了哈。然后呢，就这样，往后边。好，往后边。好，这边就好了。好，看这角度就这样。好，你的夹子等一下要还我哦。好，到这边来啦。记号点在这里，所以呢，你就是在这个记号点这里，交织。好，这个下去，然后这个上去压它。好，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编到后面，这样。好，继续啊。我右手边这个可以编到这个中间来，所以我就这样，就按照顺序，上、下，
好，把它拉好，上下，好编好，上下编好，那这里还可以编，这里好，把它编到这边来，还有一条可以把它编过来，就是有所以这个绳子是可以砍有一它的。点茉莉花呢，眼花的眼睛茉莉花，眼睛茉莉花，好，那它就这样子了啊，这是反面边，然后呢，你在这里对角啊，再开始编，啊，是怎么样？还继续吗？不要，给你体验。不是，我再弄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对吗？我给你的很大太大了哈。啊，没有啊，最后一批赶快大比较来看好啊哦，，那个面比较宽，可你把以装多一点全。部，你这边可能会比较小一点，这边会比较大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头尾的大小不一样啊，我怎么越贴越所以尾下你必须有一个头一个尾，一个头一个尾这样。走进来了。好，头一个我是怎么？比方说这是头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摆的时候，这个尾巴就要放在这里，然后平均。对，它才会平均它的宽度才会平均。好，再来一次哈。反面喷水。好了。反面喷水哦。好，这里喷。这里喷。这里喷，记号点的地方，好，要立体上来的地方，我们就喷一点水，然后这里就稍微这样就好了，好。有没有压错？应该是压到。这里的，它哦，没关系。弄错了噻。没有。好。反面朝向自己，它这样会松散。然后呢，你再把它。哦，你一定要让它是合的，等一下，要不然你编的时候就会一直散。好，接下来，记号点在这里，啊，上下交织2、3片，这个第3片就会到这边来。这个第2片是往后，啊，有声音没关系的。好，这个呢，这个要有一点点斜纹哈，斜的纹路。这个这样立体就把它编好了哈。好，这个夹起来。另外一边会散，你不要马上转，你一定要让它，是合起来你再转。好，2、3片，记号点在这里。好，折这个下去，然后呢，压住它，然后就再跟刚才的第3片交织在中间过来，然后这个慢慢编过来。这个你这样放的时候，你这个就要把它推下去了。哦，它才会有一点点斜纹。用细一点就好。好，再继续，这里还可以编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就在上下。老师你没有图啊？哦，有呢，我讲义那边应该有。发现。奖励上面没有那个没有编的步骤，所以我有那个影片啊，我想说一直放你们就好。有影片。只会打吼，老师，我做一次给你看好不好？我觉得我那个角度抓的不对，这边嘛，对吧？
对呀，第三个，这里是上，对，这边下，对，这边过来，好，有一个缺点就是你在折的时候，你必须直接会有那个编织的概念是有，对，可是你要有动作出来，看好像看你要动作出来，你一定要这样下去折出来，要折出来，然后呢，再把它这样直角折出来，哦，一定要直角折出来以后你才可以。你如果说对啊，我知道我看得懂，然后我就这样，按你的直角啊，没有出来，所以我那就你一定要慌了，对，要有一个就是动作，这样把它压下去，对不对？狠下心给它，对，然后把它拉下去，一定要折一个角出来，好，就这样。按它的脸，然后呢，人好，然后这个就这样编过来，好的吗？好，没有会看，可是回去就不会做，等一下就不会了。会一直做，对，你就会了。好，这个时候那里就是刚刚那个折角我没有折出来，有概念就会做了。啊，就是折角把它折出来之后呢，啊这边已经没有可以编了，然后换左边。为什么这里没有可以编了？这里可以再下去不是吗？先不要下去，没关系。好，然后这边左边的记号点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对，用力。所以呢，这个你知道会这样子编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你一定要把它折下去，然后角度，角度一定要折出来。OK，好，这样这样。对，所以你看得懂，可是呢，我不敢折，对，不敢折，你会吗？等一下请教你了。对，好，我试试看。应该是会编，哎，就这样嘛，你可以把它编好。没有，你去老师那边你就这样。对呀，我也看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。好，这个角，然后呢，慢慢的编好之后再走。到哪一个程度就我们编到差不多第二层，可以编到第二层，不，这是现在是第三层，好，那你第二层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先做2层，像这个做到2层嘛，1层2层，然后这个是有多边，因为我想说在这里讲就刚好。就这样，都是写的哈。折出来以后，它的纹路是斜纹的，折出来以后，它的纹路就变成斜纹边了。OK，我们去试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客气。还有这么哦，老师会很忙，换我了。这个是反面，喷水了吗？有，但是拿下来，怎么折？对，这是正面，这是反面，我们从反面编。哎，所以再来哦，等一下，再来一次，我从哪边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左边反面。好，第记号点在这里。对。记号点对吗？所以你这个2片就互相交叉，啊，那所以这个在上的就往下压，然后这个在上的就去压住在下的，就这样，一个角度就这样给它这样有直角上来。哦，这边一定要折就对对，哦这里一定要有直角上来。嗯哼。然后这一片，刚才的第一片，好，技法上下，对吗？这个就这样。你看我们两个就不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编到这个是第1层，我们可以把它编到第2层。好，这样。好，这里编好了以后，我这边没有可以编的嘛，我就夹子，我的夹子要提供给我。好，这边就把它夹住了哈，然后到另外一边，好，那另外一边的记号点在这里，所以2、3，折角下去，一定要有角度出来，好，就这样，这样。这个就这样。是我的宽度就只有这个嘛？对对对，你的底宽就是这样，
这是你的底宽。哦，所以你一如果说个是往这边，一个是往那边。对对对对，啊，底宽就是两，所以一个是往那边，一个是往这边。对对，2片而已，知道了哈。好，继续上下，再来哦，厉害了哦！你先确认一下，不要先走。上，就这样，好，这个就夹起来，这里就这样了。所以那边的编法跟这个编法是一模一样。一样，转过来，再来编这里，好，记号点的地方互相交织就可以了。好 OK， 好，谢谢。试试看哦。我真要看就不行了。试试看喽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还有这个线，然后这个绑的线太粗了，这个会影响到它的折角。对。这个会影响到折角。妈妈，你先慢慢改呢，你先改呢。对了，先改这个。老师跟你讲的哪一串就好了。这个要反过来，这边也是反过来，反过来，反过来。哇，你的正反面一定要搞清楚。第3个嘛。给老师检查一个。还有一个反面，这2个反面。怎么还那么多反面？你刚刚就说只有一个，你又把它编很多出来。老师这个夹子怎么办？好了，怎么样了？好了吗？我也不晓得。好了，你等一下，那个下面那个阶段又不一样了。你折角立体来，上来以后你等一下。没关系。好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要这样反面编上去。可以跟我一起做动作。可以啊，老师在看。问题我的对吗？你要折下去呢。这一片那个对啊。有的人因为直的先编，所以它的上下会不太一样，也没关系。好，现在我的第3片是在上面，所以我的第3片要跟第2片交织，因为这是我们记号点，底宽这就是底宽的记号点。好，这个折下去，折下去一定要直角，把它这样，立体。编出来一定要有这个角度，别一直对桌子。哪个是合适？好，第3个。第3个折下去，折下去，第3个折下去，折下去，然后第2个